UPS 計劃今年大幅減少 Amazon 貨件嘅數量，並因此裁減大約2萬個職位。呢個係該公司削減成本嘅舉措之一。呢個業務遍及200幾個國家嘅物流巨頭，目前擁有大約49萬名員工。呢一次裁員將影響佢略高於4%嘅員工。今年1月，UPS 宣布已經同其最大客戶 Amazon 達成協議，到2026年下半年將其貨量減少超過50%，以提高國內運營利潤率同盈利能力。除咗裁員之外，UPS 仲宣布將會喺今年6月底前關閉73棟租賃同自有建築，並表示可能仲會關閉更多。該公司預計今年將會通過呢啲措施節省35億元。UPS 喺第一季度收益報告中仲提到咗全球貿易政策變化可能對業務產生嘅風險。特朗普政府近幾個月推出嘅新關稅政策已經開始影響進出口嘅貨物流動。UPS 每日處理大約40萬件進口包裹，約佔其每日處理包裹量嘅2%。如果貿易戰繼續，該公司仍然可能會受到影響。首席執行官 Carol Tom 表示，舊年美國同中國嘅貿易航線佔 UPS 國際收入總額嘅11%，係公司最賺錢嘅貿易航線。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